Hello， 歡迎咁多位翻嚟第二集嘅逆來順受。你哋面前咧就係 Sam 師兄啦。今日咧我哋就想請教下 Sam 師兄有關講家宅風水關於缺角嘅問題。Hello， Sam 師兄你好。係 ，hello。我想問下咧一個家居風水裏邊咧缺角其實係一樣咩嚟嘅咧？其實缺角咧喺一間屋裏邊咧就講緊而家現時啊有好多嘅單位啦，即係我哋所住嘅地方啦，都唔係啲四方方啊正方形嘅。而呢啲唔係四方形嘅屋嘅單位咧，就係形成缺角啦。而呢啲缺角咧，亦都係因為相關嘅缺角有啲能量流失啊等等嘅嘢問題咧，而影響到喺呢間屋裏邊住相關嘅角色啦、人物或者可能相關年齡層嘅人咧，對一啲可能健康啊、財運啊、運程啊等等方面嘅影響，最嚴重嘅話咧，可以去到可能有關相關角色關係嘅人咧，去離世或者離開呢個地方嘅。咁而家我可以咁講，缺角嘅問題咧，我可以有一啲方式去帶大家做一啲修補嘅方法。好清楚喎，Sam 師兄你講得。咁我又想問啦，點樣去判斷一間屋係唔係缺角嘅咧？其實如果要判斷一間屋缺角咧，我哋可以攞相關單位嘅一個平面圖啦，再做一個相關等份嘅九宮格。咁喺呢個九宮格裏邊，你睇到呢個單位裏邊，如果有邊一個地方有缺陷，可能少咗超過20-30% 以上嘅，咁已經係叫做形成缺角噶啦。仲有啊，Sam 師兄，我想問咧，唔同方位嘅缺角咧，對嗰間屋住嘅人係咪都會有影響嘅咧？係啊，係會有影響噶。譬如喺正東方啦，代表家中嘅長子啊，或者家庭成員嘅長子，係對於肝臟啦、血液問題嗰方面咧比較有影響嘅。而喺事業感情方面咧，如果呢個單位缺角，一般咧屋企嗰個家中長子啊，即係可能會缺乏膽識啊，行事動力不足啊，會影響自己做一啲事業啦。同埋咧，呢一個方位缺角咧，亦都會有機會有勞碌之災啦。感情方面咧，可能會比較晚婚、遲生子。咁咧，亦都同埋呢個單位缺角嘅話咧，有機會可能呢個人有啲咁啱流年嚟到嘅時候咧，會產生一啲意外影響而離世㗎。咁而喺呢個方位，我可以建議大家東面正宮呢個方位可以擺木兔仔或者擺綠色嘅植物咧，去填補翻呢個缺角嘅。咁至於東南方嘅缺角咧，其實長女喺健康呢方面咧，關於神經啊、肝膽咧，都會有呢方面嘅疾病，所以咧比較多災多難，要小心啲啦。咁長女喺事業感情方面呢方面嘅缺角咧，佢會喺呢個事業啦缺乏積極性啦，學業方面咧亦都好多嘢唔順噶。咁如果喺整體運程嚟講咧，都唔係咁好。感情咧亦都容易比較同人哋鬥氣啊，同屋企關係不和啊。所以咧喺呢方面，如果缺角嘅話咧，最簡單嘅化解方法咧就係放多啲綠色嘅植物啦。咁到呢個正北方嘅缺角啦，喺健康狀況方面咧，係代表腎臟啦、膀胱同埋一啲關於泌尿系統方面嘅疾病嘅，亦都係代表家中一個兒仔次子。咁我哋咧喺呢個方面咧，如果有缺角咧，喺事業感情方面咧，係比較喺呢個陰陽缺失啦同埋咧家中嘅次子可能喺事業方面啊，都比較容易忽上忽落、起伏不定啊。咁喺感情方面咧，亦都會陰陽失調。如果喺呢個命宮啊，喺感情中會出現呢個脾氣暴躁啦、神經質啦同埋多疑嘅情況嘅，完全係唔利於感情啊長久穩定。所以建議啊，如果喺北方呢個缺角咧，我哋可以喺呢個最簡單嘅方法，放一缸水比較多啲嘅水去做翻一個填補。咁另外喺正南方，如果呢個方位缺角咧，喺健康狀況方面咧，係代表家中呢個兒女好容易咧會出現呢啲血啊、心血管啊、心臟啊、眼方面啊嘅問題同埋疾病嘅。咁如果喺呢個離宮，因為屬於火啊嘛，缺角咧係代表兒女啦，亦都代表佢個活力不足噶。咁喺呢個事業感情方面咧，如果呢個年齡層可能中女啊或者次女啊，咁佢嘅起勢咧個運程起勢都係不定嘅。精神咧亦都好鬆散，喺感情方面咧亦都唔順嘅。咁如果喺感情呢個相處裏邊咧，係比較消沉添。另外，因為咧而家2024年到呢個2043年咧，係行緊呢個離火呢個九運噶。因為而家離火係最旺氣嘅方啦。如果呢個方位缺角嘅話咧，屋企缺咗南方，會影響到家中嘅財運同事業各方面噶。所以有時可能唔係相關角色嘅人咧，如果喺嗰度住嘅人都會有相關嘅影響㗎。咁而喺呢個南方咧，我哋可以放翻呢個紅色嘅馬，
做翻一個填補，去修補翻呢個缺角，做一個化解。咁至於喺呢個正西方如果缺角咧，喺健康情況方面咧，代表家中嘅三女啊，喺呼吸系統同埋口舌咽喉嗰方面嘅疾病，亦都同時咧，亦都會可能好容易會受到呢個金屬嘅傷害。咁喺事業感情方面咧，家中嘅三女咧，由於呢個宮位缺失咧，事業運勢起伏啊，亦都好難有成就嘅。感情咧，亦都不善於表達，容易咧遭受呢個口舌是非啦。夫妻感情唔和睦啦，呢啲情況出現嘅。咁如果最簡單嘅化解咧，就喺呢方面西邊放翻呢個銅雞，咁就可以有幫助啦。咁到呢個東北方缺角啦，健康情況方面咧，東北缺角啊，因為缺嘅係近山啊，近亦都係代表三仔亦都係代表子孫噶。咁喺如果呢方面咧，成個吉凶都會影響到屋企嘅人丁嘅興旺同埋衰落嘅。咁如果呢個缺角咧，大家一定要小心啦。三仔喺呢方面咧，容易比較筋骨易損傷啦，肢體亦都有呢啲形傷啊，呢啲意外嘅。咁喺感情方面咯，呢一個方位缺角咧，唔單止影響家中三仔呢個事業嘅一啲動盪啦，同埋會影響成個家庭運勢嘅走低嘅。因為咧家庭事業發展嘅受阻，同埋感情層面咧，喺呢個東北缺角咧，都會有嚴重嘅影響，極為不利嘅，亦容易咧影響到後代子孫呢個走下坡係落嘅。咁另外啦，近山亦都代表財嘅，喺呢度咧缺角好影響家庭經濟財運，所以一定要小心留意呢一個方位缺角。我哋可以放一啲比較柔軟質地嘅陶瓷物品啦，多啲嘅陶瓷物品喺翻呢個方位做一個填補，咁就可以解翻掂。至於西北方缺角咧，喺健康情況方面咧，西北方缺角咧代表家中嘅父親啦，或者係男主人嘅。咁呢度方面咧，亦都代表好容易猝死啊、心臟問題啊、頭痛疾病啊、筋骨病啊、神經系統嘅病，同埋一啲肺部呼吸系統嘅疾病嘅。事業感情方面咧，因為代表家中父親男主人啦，一般都會出現事業唔順啦。男主人咧冇權威啦，成日勞心勞力都唔得志噶。咁如果係西北方缺角，一般會出現陰盛陽衰，所以男主角就會好弱勢啦。而呢個女屋主咧就會比較非常強勢啦。夫妻間咪會有呢個女尊男卑咯。夫妻感情多數都不和噶，容易會產生呢個夫妻感情嘅破裂問題。所以男主人既然係一家之主，家裏係佔主要嘅地位噶嘛。如果呢個單位缺角咧，我建議用翻6個大銅錢去化解。同埋咧，其實咧流年飛星年年都會有變噶嘛，可以扭轉乾坤嘅。如果呢個單位一般嘅女性住呢啲屋缺西北角咧，唔代表佢永遠都冇呢個夫星感情出現嘅。只要喺呢個西北方咧，流年行緊呢個九紫啦、桃花星或者係68或者88屬金嘅星咧，都可以補翻呢個西北角噶。好啦，Sam 師兄，不如講埋西南方俾我哋聽啊。好啊，關於西南方缺角咧，喺健康狀況方面咧，西南缺角係代表呢個母親同埋女主人，容易特別身心亦都好煩亂啦，體弱多病嘅。通常呢啲都係啲霉運啊、霉氣啊、脾胃啊咁樣等消化系統嘅障礙問題。咁喺事業感情方面咧，喺家庭事業會受阻啦，財來財去啦。母親女主人咧個運勢咧起伏好大添，感情上亦都好多問題噶。其實咧女主人係家中嘅重要成員嚟噶嘛，呢個方位好重要噶。如果缺角嘅話咧，我哋可以放一啲吉祥物品嚟化解嘅，譬如一啲陶瓷羊啦，一啲陶瓷飾品咧去填補翻嘅。咁同埋另外咧，如果西南方係行緊呢個2黑嘅病符星，仲要缺西南角嘅話咧，咁亦都對屋企嘅女主人非常之不利噶，會有好大嘅病，甚至有可能會離世都有可能嘅。好多謝 Sam 師兄今集幫我哋分享晒咁多缺角裏邊，我哋有啲咩方法可以去填補啊？咁唔知阿 Sam 師兄下一集會同我哋講啲咩咧？下一集咧，我會講一啲相關電話號碼帶來一啲運程啦，同埋一啲影響啦。哇，咁啊真係好精彩喎！所有嘅觀眾記住留意我哋嘅Sam 師兄嘅直播啦。